愿上帝祝福照伊话去行的人。今日咱真欢喜，咱杨牧师要引导咱的信息是稳重的基督，稳重的基督，请大家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平安，咱真欢喜，搁一摆来到上帝殿来敬拜伊，来听伊的话语，搁伫遐来得到快乐，通行逐日的道路，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遮谦卑祈求，互阮听见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会当相信你所讲的。搁享受阮搁活的快乐，通行逐日的道路。安尼祈求，安尼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但是今仔日讲道的题目真趣味，叫做稳重的基督。伫中秋主日内底，咱通常会看一段的经文。就是耶稣骑驴仔入去到耶路撒冷城，这是差不多咱逐年拢会读的一段的圣经的故事。但是今仔日咱却用一个不同款的题目来思考耶稣入去到耶路撒冷，甚至伫遐受苦、受死、搁活的过程，来有俾咱家己进入到这个受难周的受死的过程内底，甲上帝的囝同受苦、同经历，搁一摆伫遐得到生命的更新。伫中秋主日的时，耶稣进入到这个犹太人古城内的圣城，古城的首都的内底。这个城是一个特别的城，伊名叫做和平。但是这个城却是历代的先知受死的所在。和平伫倒落啊？和平伫倒落啊？所以耶稣伫伊33年的人生内底，3年半的这个传道的内底，一摆避免进入这个城市，一摆死到啊，伊就进入了耶路撒冷这个和平的城，伫遐来准备受定死，准备受苦。耶路撒冷城，大家拢足欢喜。耶稣骑驴仔进入，所有的百姓，毋知倒位听到，拢伫遐欢喜欢呼，甚至甲家己的衫脱落来，就铺点地里，甲樟树叶就加落来，铺点地里来讲，和善啊，和善啊，奉主的名的是应当受到恶恼的。革命党的这个学生真正欢喜讲啊，以色列国家复兴的开始就是这个时阵啦，真正欢喜的欢迎会。但是这个大家无预料的欢迎会了，情势开始快速演变。无到一礼拜的时间，拜四耶稣食了这个盘过节晚餐，暗时的祈祷了后，就受掠、受审、受定死。短一天内底，所有的代志做伙发生。搁较可悲的是啥物代志啊？就是遐礼拜日，话讲和善啊，和善啊，奉主的名的，应当受到恶恼的。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我在猜想，拢是拜五在讲定义12个，定义12个。我唔爱耶稣，我要一个杀人的犯人，我唔爱耶稣。这群人，有当时想的吼，群众实在足凄迷，主流的民意迄款盲目盲从，到这款情形，对，呼吁要来互耶稣做王、做君王的迄款的意义，真报敢毋是，真肤浅敢毋是？为什么这个情势的一礼拜内底就安尼足大的变化？历史学家
嘛感觉真奇妙，所以有足侪款的解说伫一遮内底。有人讲，因为这个罗马帝国看到耶稣哇，遮受欢迎，感觉代志歹办，可能有军事的变化，所以提早一步来行动，用政治迫害的手段，用定时嘅这款造反的刑法，就来处死耶稣，免得10世纪进前，以色列人造反的历史搁一摆来现现。神学家另外解说，讲基督徒相信，其实这是上帝在做工啦。无哪有可能一礼拜内底情绪遮大的变化？因为上帝要做工，要互迄个拯救的工作照计划进行，所以要用上帝的死来破除、消灭魔鬼甲死亡的关系。无论安怎，咱看见这礼拜日到拜五两款无同款的情形，会当来思考一个真趣味的神学主题，就是咱看到礼拜日，所有人咧讲和散那，和散那，迄个用主的名来的人，迄个人是受到恶恼的。这个赞声，这个君王的赞声，其实是咧讲人类心内这个足世俗、足现实的这个军事革命的道路，是一条世俗荣耀的道路。拉丁文安尼讲，是一个 Via Gloria， 不是上帝的道路啦。所以，迄个要来天顶的王、拯救的基督，就开始伫这个真老这个政治场面内底运作。十字架的道路就是 Via Crucis， 伫王者的道路内底运作。也因为安尼，因为这个场面，因为这个世俗君王的场面，互基督运作。耶稣就对安尼开始对政治的场面、对正人的呼吁内底提出来。人看见为拜日开始，伊无搁甲正人有真济的接触，并且伫受死的进程，进到单独甲上帝三角伫地的基督内底，上帝甲伊单独伫遐伫基督的这个内底，敢若因两个伫遐三角三度，因为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是要成做上帝国度的君王，毋是犹太人地上国度的君王命定，成做地上的君王，爱军事政变，爱流足侪人的血，但是成做天顶国度的君王，成做基督，敢若流家己的血，受死命定。这就是耶稣迄个美爱的哲学。这也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讲的十字架的神学。今仔日，所以咱会读到今仔日这个经文，有人讲，这甲章丘主义的经文淡薄无共款，但是这确实为章丘主义开始，直到受难周，直到耶稣受死，直到耶稣过活，上重要的一节的经文。就这个耶稣的马仔哲学内底。安尼讲，伊讲一粒马仔，若无落土来死、来烂、来看无家己的时阵，有原是一粒命定，但是伊若落土来埋葬，就结实多多。伊阁讲，若一个人爱家己的性命，就丧失家己的性命，因为人生活长拢共款，最后就是死。但是怨恨家己生命伫这世间呢，却会当保存直到永永远远。真趣味，若咱看圣经，往头前搁看一丝丝啦，就会看到耶稣讲一句话，伊讲这个死，伊甲称作什么代志啊？伊讲这个死是人子得到荣耀的事，这个死是人子得到荣耀的事。原来人子的显现，基督的显现，是伫受死十字架顶的时阵，才得到显明。马丁路德搁进一步来讲，这个十字架神学的内容。
马丁路德的新日记神学在强调一项真趣味的事，伊讲要称做神学家的，毋是伫神学院做真侪造就，毋是有 PhD， 毋是做真侪的好的册出来。伊讲听做神学家，会当称做合格神学家的人，是会当伫受苦甲十字架内底看见、理解上帝迄个会当看见。个显明的作为，搁一摆讲，会当称做神学家的，是会当伫受苦甲十字架内底看见、理解上帝迄个通看见个明显的作为。这两项代志，无论是耶稣的弥亚的哲学，也是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拢在讲一项代志，一项甲咱人世间迄个利益得失啊。就是咱经济常常在讲的迄个顺欲的道理，完全无共款的真理。这个真理，这个基督信仰的真理，在教示咱，互人就是上大的得着。拍破家己的界限，就是赢着全世界。看无家己，就得着最大的家己。然后，这就是上帝是听的真理。看无家己，就看无迄个小小的家己，迄个私人的家己，你就得到全世界，得到迄个大的家己，得到光的家己，得到耶稣迄个上大的家己，这就是上帝是听的道理。搁进一步来讲，听甲牺牲，在宣扬的是一款无关系的关系，无管理的管理。英文讲安尼是一种 powerless power， 无管理的管理啦。为什么安尼讲？因为是甲家己倒互空，甲家己泡破，甲家己放杀，将家己献上。因为安尼缘故，咱的界限就消除。上帝迄个无穷无尽的疼，就对天流入咱，对咱阁流出直到地的尽头。直到咱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直到世间的落尾，听甲牺牲会当拍破界限，是上帝迄个道成肉身，无关系的关系，无管理的管理，上深刻的显明。因为未为死的上帝，伫十字架顶面就死了。上帝迄个自我的定义。就是迄个未死的上帝嘛，伫遮拍破，未死的上帝死啦，上帝的疼就成做会当胜过一切的困难，因为未死的上帝嘛死了，上帝就成做一个新的力量来赢过一切的无可能。伫遮咱搁要停落想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咱过去10几个月差不多拢伫这个大楼的整修内底，大家伫遮看见咱的大楼开始无共款，所以要伫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咱这个建筑面这个宣教大楼真趣味的一寡象征。咱若看咱的大楼外观的时阵，上明显的为1楼甲11楼会当看见是一个什么款的象征，就是一个为顶面到下面贯穿整个大楼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象征咱整个教会是用十字架的精神诚做中心。但是咱为外口的建筑物慢慢行一摆，为楼骹行到楼顶，行到10楼礼拜堂，为10楼礼拜堂的后壁，佮行到台下顶，咱会看见什么情景？就看见讲台顶面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祈祷，这个就是咱仰望基督的这个情景。那咱用这两个外口的十字架，内面的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来做神学的解说，咱会当安尼讲：耶稣伫十字架受死受苦的内在，是一个克西马尼园。愿上帝旨意得成祈祷的一个实现，因为有克西马尼园迄个愿上帝旨意得成的祈祷，
才有十字架的行动。是迄个伫克西马尼园内底，迄个疼入心，迄个疼入腹内，迄个背腹，迄个对肝呐血的决定，才有十字架拯救工作的完成，才带来全人类的救赎。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十字架中心，敢毋是？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十架之心。The heart of the cross， 原理之一伫遮。也因为安尼，当咱转去到整个圣经的记载，看到耶稣受死迄个时阵，就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的15章37到39节，安尼讲耶稣大声叫，开就长。这个圣殿内底的张力，就对顶面到下面安尼拆做两边。八种看见就讲，这个人真正是上帝的囝。圣殿内底迄个帘仔，就安尼为顶面到下面裂做两边。这个意思是讲，拯救的工作为上帝开始，拯救的工作就正做人甲上帝因为罪来隔离的迄个困扰，的迄个阻挡，的迄个大项的无可能，直接得到消灭。赤体无穿衫，无有尊严，得要断开的耶稣，却是基督精神上深的显现，是伊正做人类救主上充分的显明，是一个真正奥妙，伊是上帝聪明的所在，就是用上帝家己的死亡来拍破、来消除死亡甲魔鬼的作为，是一个足奥妙的行动，而且完全显现。为什么上帝用家己的死亡来拍破死亡的关系？因为上帝就家己拍破的时阵，上帝迄个无限的生命气力就流出来，流互全世界，流互全人类，流互全宇宙。对遐，咱就开始分享上帝无限无尽的生命气力。这款代志伫人类的智慧内底是无可能的，是正愚公的代志，敢毋是？哪有人用死来较赢死啊？也因为这个奥妙的代志，所以英国的圣诗的王者就是 Charles Wesley， 伊伫一首真出名，却伫咱的圣诗拢无收入的一首诗歌内底，讲到这个奇异的疼、奇妙的疼。伊伫副歌内底安尼讲奇异的疼。怎会安尼？我主我上帝，竟然为我来死。奇妙的疼，怎会安尼？我主我上帝，竟然为我来死。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 die for me?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 die for me？ 当主主日就开始了整个受难周，就开始了整个耶稣受苦、受难、受死各外的过程。那咱是真正的基督徒，咱会听见迄个拥护耶稣做王迄个大声内底，其实已经开始一个细细的回声，就是定义十字架，定义十字架，定义十字架，定义十字架。一个礼拜内底，人类的历史就安尼大大改变。是啊，稳重的基督要显现，伫耶稣十字架顶将家己交出来时阵就显现。是啦，
稳重的基督要显现。伫圣殿的迄个帘啊拆开的时阵，就基督显现。是啊，稳重的基督要显现。当玛利亚看见国外主心内欢喜的时阵，基督显现。是啊，因为听荣耀的上帝来到人世间，因为听道成肉身的圣子行入去这个耶路撒冷，行上十字架，伫受苦、受死甲国外中间，稳重的基督显现。所以诗歌 He loved me with a cross， 伊用十字架会听我。这首诗歌就伫安尼来学了稳重伫十字架内底迄个国外的政治甲救赎的困难。稳重伫十字架内底迄个国外的政治甲救赎的困难。伫讲道的最后，我要邀请所有的兄弟，将你的目睭揢起来，我来念这个 He loved me with a cross， 做伙来默想耶稣为咱受死。这首诗歌安尼讲：离开天顶的宝座，降生伯利恒，我永远袂忘记你。迄时伊已经听我。四国旅行直到各个他，伊派去担当负担，所以我会明白，伊用十字架的受苦听我，伊用十字架受苦听我，伊回应上帝听的呼召，用十字架受苦全然听我，伊对头明白所付代价。我无伫十字架迄边，但是上耶稣担当我罪，我信伊看见我，因为耶稣，因为十字架，我罪消除，灵魂自由。伊用十字架受苦听我，伊用十字架受苦听我，伊回应上帝听的呼召，用十字架受苦全然听我。我无法度想象，因为听我缘故，我主耶稣竟然付上各个他性命代价，伊用十字架受苦全然听我。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奥妙作为，用你家己的死来消灭魔鬼甲死亡整个的困难，互阮伫中秋主日的时阵，开始有备家己去经历你家己的受苦、受死甲过活，伫遮搁一摆思想你迄伟大拯救的作为。主啊，互阮伫遮所领受的，诚做每一工会当传讲伫众人中间迄个水搁听的福音，也互众人因为听见阮所传讲的，就受你吸引，诚做生命改变的开始。安尼祈求，安尼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